台南地方创新是市长上任以来积极办理的重要工作。由北区公所所提阿玛尼坎市集，13号下午伫个原台南美国学校来登场，邀请侪地方创新的伙伴、创业的青年甲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由宝仁国小合唱团来揭开序幕，接续由北区区长李煌新邀请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贵宾共同来揭幕。请揭幕！阿玛尼坎市集，我们现场的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北区区长李煌新表示，号名阿玛尼坎的市集，主要是来自美国学校 American 的谐音，希望达成城乡做伙、青年甲老人共创的地方创新的愿望。而市长嘛表示，虽然号名有较老气，不过这嘛是少年一代岁月的愿望。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工程，除了这里之外，也包含着我们的长隆路、开元路的人行步道的整修。那新增了2条人行步道，就是我们现在左侧开南街的这个人行步道，还有我们现在计划道路上面的人行步道。那这个部分，咱感谢邱丽丽议员伊斗3工，那透过咱的都发局甲咱的内政部来争取到600万，个市长搁ทั150万落去拢总750万来完成着今仔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完成了后，咱毋茫讲这个遮就变做咱少年人会使伫个遮逐梦，延伸咱老大人的记忆的这个所在。阿玛尼坎市集虽然名字很老气，但是事实上内容却很鲜活、很活泼、很年轻。尤其这个市集找回到我们年轻一代对过去过往流光岁月的一个想望。那今天的市集不像传统的夜市摊贩，事实上是非常具有创意，而且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台南市的其他各区都能够一直展开。我们希望说开创一个新的市集，而不是每次让人家觉得那种传统的夜市啦，那种总是脏乱跟嘈杂。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许多文创活动、很多艺文活动在那边展开，配合着市集的活动，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做伙，阿玛尼坎的市集是为伫个振兴公园甲原美国学校历代之间的一条计划道路，后来作为人行空间的改造。活动空间嘛布置成阿嬷的晒衣场，互民众回忆囡仔时代阿嬷晒衫的情景。现场嘛有数十台青年大位，无论是草地耍汤圆、野餐，互原美国学校的古迹更加多元来呈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